今次我哋要講嘅就係立主題，咁究竟要注意啲咩技巧呢？立主題首先就要確立一個正確、集中、深刻、新穎嘅中心思想。文章嘅主題可以表達作者嘅思想，揭發佢嘅感情，同時都可以顯示一個道理㗎。所以主題就好似文章嘅靈魂咁，佢題材同埋結構都要服從主題嘅統帥。所以文章要立意正確，觀點是非就清楚，善惡要分明，抒發嘅感情亦都應該係健康至上，可以激勵人心。文章要主題集中，咁即係話唔可以蜻蜓點水，係咁意講下，亦都唔可以意多亂文，因為咁樣人哋睇上嚟就會好混亂㗎啦。仲有寫人嘅時候，就要揾到可以支配到人物言行舉止嘅性格。如果敘事嘅文章，着眼點就要喺事件中最動人嘅片段。如果處理嘅文章，就要找住事物最富爭議性嘅論點。文章嘅立意要深刻，只有對事物嘅認識好透徹，反映嘅事物具有普遍意義，咁先可以令到讀者喺裏邊得到啟發，而喺心裏邊留返難以忘懷嘅印象。文章要立意新穎，唔應該人哋講乜嘢就講乜嘢，應該要注意翻兩番，應該着眼點喺個人嘅獨特經驗裏邊，因為只有人哋從來未見過嘅內容，人冇我有，咁先至有新鮮感㗎嘛。所以立意深刻同埋集中，以小見大法或龍點睛法同埋大題小做法，都係我哋可以運用㗎。